德望學校起步，經灰路到天鷹石，這裏轉右。天鷹石是一個天然攀石場，我們玩這條算是最容易的攀爬線。其實還有其他線的，玩完上後游繩落，盡興後跟路尋找兔子石。兔子石在天鷹石頂欣賞四周風景，之後便會上山到九月壁，返回日落脊，來到九月壁的底部。一般攀爬線在上面的 B 位，今天會玩右邊這幅攀石牆。首先是高手快速示範。睇人爬永遠是很輕鬆。到我爬時步步艱辛，這條線難度很高，出盡力才能完成。左邊還有一條算是比較容易的攀爬線，完成艱辛的攀爬後返回日落脊。今天暴曬行得好辛苦，在日落脊有點煙霞，下一站去自殺崖，途經鸚鵡嘴石、自殺崖觀景台。我們會爬自殺崖，從日落隙上崖頂。自殺崖有多條攀爬線，最右這條算是最短最容易了，但也是又企又手腳萎膊。在這裡游繩落需要很大的勇氣，中線起步艱難，中段手腳萎膊，從上望下很不直，按自己的能力去選擇攀爬線。左線是三條線中最難的，象壁虎、自殺崖全貌、玩到要日落了，從日落脊落山，日落自殺崖觀景台，還有鸚鵡石、德望學校山。